走路没长眼睛。对不起，末将没有看到大人。你要做什么？把他住！实在对不起，请大人原谅。以后长点眼睛，这宫中岂是你随便乱闯的？是，末将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请多见谅。哼！此人甚是可疑，莫非和刑司公主有关系？你确定那个侍卫进了后宫吗？那个侍卫进去了1个多时辰，才出来。之后我暗中跟踪他，想查到他的底细，但没想到，他进了闹市花房之后，就失去了踪迹。你可看清，那侍卫的佩刀真的与刺杀公主的兵器相同？不错。我和他撞了满怀之后，要帮他捡起兵器，那上面的印记，就是我曾经见过的。这么说，刺客确实来自后宫，最大嫌疑莫过于跟公主素来不和的兰妃。她嫉妒皇上宠爱公主，所以痛下杀手。无凭无据，你不能指证兰妃，必须先调查清楚那个侍卫。好，我和莫侍卫长在宫里走动的时候，定会留意此人。郑兄啊，你身手不凡，怎么会将他跟丢了呢？我从来就没有去过舞房这种风月之地。我一进去就被几个姑娘缠住了，所以才把人跟丢了。像郑兄这样长得俊朗不凡，自然招姑娘们喜欢。不过你也太老实了，改天我带你见识见识，习惯了就自然了。有人欲加害公主，你还有心情风流？现在公主在我府上，有王大哥时刻陪伴，何来危险？眼下最主要的是要查出谁是害公主的幕后人。郑吉，你继续监视后宫，有消息立刻来报。我明白。至于查刺客来历，我需要莫侍卫配合本侯。亏你还是个除妖师呢，看你混的跟个乞丐差不多。还不是我师姐，总拿师门戒律管着我。我劝他，他又不听，又不肯变通，我们才会越过越穷的。所以我说你那个师姐啊，就是个石头，顽固不化。我看呐，应该把她丢到寒冰地狱里，跟那个臭尸神还有馋嘴蛇待在一起才对。彩娟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？你抓到妖了没啊？哦，还没呢。不过应该就这几天，我算准了那老妖定会出现。到时候等我抓到妖，送官府拿到赏银，我再请你吃饭，好好感谢你才是。不用，我现在啊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不缺银两。彩娟，你是富家小姐吧？不是，只不过呢，有人愿意出钱给我们姐妹花，我也乐得享用。那这人是你们家亲戚啊？也不是啊，他应该勉强算是朋友吧。彩雀，一男子无缘无故对女子好，必定有所图，而女子也要洁身自好，不能受人施舍。身为女子，要自重自爱。好你个臭小子，嫌我不正经啊？那我的东西也不干净了，你别吃。哎，彩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嫌弃你，我只是怕你被男人骗吃亏嘛。你不也是男人吗？难道你也对我别有所图？我不一样啊，我以除妖师的名义发誓，我对你绝对没有非分之想，我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只是把你当成是朋友，不想朋友吃亏，更不会嫌弃朋友。好啊，那你证明给我看。你看，你的东西就算掉到地上了，我也不嫌弃。哎，别吃了，脏。你这傻子倒有几分可爱。
那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我们师门传递消息的法器。我师姐要找我，估计是要准备晚上去抓妖的事了。又是抓妖，抓妖到底有什么好玩的？你们都守了几夜了，不累吗？彩雀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守了几夜？还不是因为我姐姐的心上人跟你们一样，这几天都在抓妖，烦都烦死了。既然有官府抓，那应该不用你们这些除妖师吧？你不说是我朋友吗？那陪我出去玩。彩雀，这妖怪残害生灵，祸害百姓，使得城中人心惶惶，而除妖惩恶是除妖师的职责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对不起，改日再陪你玩吧。彩雀，你别生气了，明日七夕，我陪你一块玩个痛快。不稀罕，本姑娘从来都不缺朋友，有你不多，没你也不嫌少。彩雀，你人那么好，肯定好多朋友都围着你转。我走了。哎，明天戌时我在这里等你，不许再拿捉妖来搪塞我。好好，我走了。义父，兰儿，你来了。义父，那郑吉身上有妖类施法设下的封印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体内含有何种古怪，但是他必定与妖孽有关。你要多加留意此人，或许以后他可为我们所用。义父，您伤势如何了？说来可恨，那王英，还有那对捉妖的姐弟，整日的守在城中，害得我不能及时的止血疗伤，使我迅速苍老。这几晚，城中的百姓很少出门，城内防守又严，使我难以下手。义父，明天就是七夕了，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出来游玩，人多混乱，你正好可以趁机下手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等到明晚，我要多吸食几个人的鲜血，使我的伤势能够早日的好转。大哥，今日是七夕，你说好了要带我一起出去玩的。三妹，大哥确实答应过你，但今天是七夕之夜，人多混乱，老妖一定会出来作怪，伤害性命。你还是让我去巡夜吧。可是大丈夫一言九鼎，怎么能够反悔呢？好，不如这样吧，你让二弟陪你去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。表兄，他最近神奇古怪的，也不知道在忙什么，我才不要理他呢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大哥，老妖知道你今天要去捉他，他就肯定已经逃离京城了。况且我已经交代好了郑吉，让他带着禁军严加防备，所以大哥也休息一下吧。我带你去京城里最热闹、最有趣的地方，怎么样？嗯，大哥，三妹不是就要回宫了，怕是以后再也没有办法过七夕了。大哥要是不愿意去的话，那就算了。三妹，好吧，大哥就陪你过吧。哦，对了，小维和彩雀初到京城，不如我们也邀他们一起去，人多热闹，你说怎么样？王大哥，好，小维，我和静儿刚刚说今天是七夕，相约出去游玩，你们也一起去凑个热闹吧。啊，不用了，前几天王大哥夜间捉妖，小维挂念夜不能寐。今天王大哥不用去捉妖了，小维又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就想在府中好好静养。哦，你身子弱，那就多休息一会儿。那彩雀呢？
我听彩雀说，他已经约了朋友，王大哥不必顾虑他，还是去和公主好好过七夕吧。那好吧，